哪里有好的餐厅？哪里有好的餐厅？我们需要一个4个人的餐桌。我们需要一个4个人的餐桌。我们需要一个4个人的餐桌。我想预订一个2个人的餐桌。我想预订一个2个人的餐桌。我想预订一个2个人的餐桌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女服务员，女服务员，女服务员。我可以看一下菜单吗？我可以看一下菜单吗？我可以看一下菜单吗？你有什么可推荐的吗？你有什么可推荐的吗？你有什么可推荐的吗？包括些什么？包括些什么？包括些什么？包括沙拉吗？包括沙拉吗？包括沙拉吗？今天的汤是什么？今天的汤是什么？今天的汤是什么？今天的特餐是什么？今天的特餐是什么？今天的特餐是什么？你想吃点什么？你想吃点什么？你想吃点什么？今天的甜点。